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线上主日学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就邀请大家跟我们的哥哥姐姐，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大家好，我是小宝老师。大家好，我是大韩老师。让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用舞蹈和诗歌来敬拜我们上帝。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朵小花都美丽。微风轻飘逸，蓝天同欢喜，在天父的花园里。你我同是宝贝，在这花园里，园地星星呵护，不让人伤心。刮风或下雨，一时从不离开你，天父的小花常常在他手里。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朵小花都美丽。微风轻飘逸，蓝天同欢喜，在天父的花园里。你我同是宝贝，在这花园里，园地星星呵护，不让你伤心。刮风或下雨，一时从不离开你，天父的小花常常在他手里。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朵小花都美丽。微风轻飘逸，蓝天同欢喜，在天父的花园里。你我同是宝贝，在这花园里，园地星星呵护，不让你伤心。刮风或下雨，一时从不离开你，天父的小花常常在他手里。别担心，天地常常在他手里。好，小朋友又到我们故事时间了啊！我们知道这个埃及人的国王应该是埃及人，然后那埃及人宰相会是哪一国人呢？哦，埃及人吗？我们上个礼拜学到这个约瑟，他虽然不是埃及人，却在埃及当宰相。那埃及的王子会是埃及人吧？也有一个例外哦。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啊，他就是很有名的埃及王子，但是他是以色列人哦，他并不是埃及人。为什么以色列人居然会去成为埃及人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说的这个摩西的故事。我们可能会听到大人有说摩西五经，就是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申命记、民数记这几部书呢，就是他们公认以色列人公认是这个摩西所写的5部圣经。这摩西怎么这么厉害？他可以写那么多的经书啊？他是怎么变这么厉害的呢？这就是他今天的故事哦。我们来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摩西呢，这个故事是这样：在埃及当宰相，然后后来又真的遇到饥荒了。那雅各他们一家族就整个70个人就搬到埃及那边去。那当时的法老王呢，就给他们埃及东北的一个叫做歌珊的地方，让他们住在那里。那因为约瑟是宰相，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在那边很自在的生活。最后呢，真的人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而且咱们很好的生活了400多年。
那到后来，这个时间越来越久之后呢，大家就不认得约瑟这个王、这个宰相了。那也有新的王起来。那新的王呢，看到这些以色列人怎么这么会生啊，越来越多，哇，他就开始担心起来了，而且也对他们很不友善，就觉得说，这些人怎么比我们好像比我们国家人还多了？万一哪一天有外族要来打我们，说不定他们还会串通这些外族人来攻击我们的。这样不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压制他们一下。所以他就想出了第一个方法，就找他们来为他建造2个要积存粮食的这个城镇，就让他们做苦力，看他们能不能忙一点、苦一点、累一点，就不会继续再生下去。结果呢，以色列人非常的强大，这个越被压榨，身体越健康，生养越多，哇！那这个法老只好想第2个招。他就找来这个希伯来人，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当中的接生婆，就跟他们说，如果是生男孩，就把他丢到河里，或是让他死掉。那如果是女孩，才可以活下来。可是这2个接生婆，他们是敬畏上帝的，他们当然不敢这样做啊。所以这一招又没效。那这个法老王呢，只好想出第3招，就直接向全国宣布了。只要是希伯来人的人生的男孩子，就要丢到河里面去淹死啊！哇，这样的一个制度下来，其实很多人应该心里会不愉快吧？怎么可以生男生就把他淹死？可是大家也不敢讲。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利未人，他叫做暗兰，他娶了一个太太叫约基别。那他们呢，刚开始生小孩的时候没有这个制度，所以他们前面有生了亚伦，但是后来又生了一个男孩的时候，这个约基别看到哇，这个孩子长得好可爱哟，就真的更舍不得把他丢到河里啊，就冒着危险藏了他3个月。但是小孩越来越大，实在不能藏了，因为哭声越来越大声。所以只好呢找来一个篮子，然后把它放在篮子里面，在外面呢再涂上一层这个沥青就是柏油还有那个石漆，然后把它放在那个河边的芦苇当中，并且呢叫他的姐姐这个婴儿的姐姐米利安在旁边顾着，希望他的儿子可以平平安安。那刚好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这个法老的女儿。他经过河边，准备要在河边沐浴、洗澡，然后走着就看到，怎么有个好大的篮子啊？他就叫人去把那个篮子带来。结果打开一看，哇，怎么是一个小男婴？那这小男婴看到人呢，就哭了。可是呢，他一看这小男孩好可爱哦，那他也分辨得出来说，这是希伯来人的小孩，所以呢，他就决定要领养他。还帮他取个名字，叫做摩西。摩西的意思就是从水里拉上来的。那米利安在旁边一看，这个公主决定要养他了，就跑出来说：“公主，我可不可以为你去希伯来妇女那边找一个奶妈来帮你养他？”公主说：“好。”然后她就赶快跑回去找她的妈妈约基别。那来的时候，公主就对她妈妈说：“你把这个孩子带回去养，我会给你工资。”哇，怎么这么神奇呀？这个摩西本来差一点可能要被淹死在河里，但是不但没有被淹死，还变成了公主的养子，以后就可以住在皇宫里面了。然后而且呢，他妈妈呢，本来是他的生母。是偷偷的养他，现在不但可以光明正大养他，还有工资所以上帝的作为真的是很奇妙好，那这个妈妈呢就把摩西带回家养到比较大了之后，会讲话了之后，一段时间他就把他送回皇宫去了。那换摩西在皇宫里就开始过皇宫王子的生活，也在那边接受很多的教育。
我们知道埃及在那个时候啊，他们的数学啊，他们的天文地理啦，他们的艺术啊、文学都是很发达的，所以他在王宫里面都可以学得很好啊，甚至呢是武艺啊，因为他们也常常会有一些外族可能会需要作战啊，所以摩西他也有接受这些军事训练。好，那他呢，在皇宫就这样子生活了40年。那他其实如果继续想要过这种生活，他就跟着埃及人就好了。但是他心里一直惦记着，他的母亲也曾经跟他说：“我们是希伯来人，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但是当时的埃及他们是拜多神，或者甚至是拜太阳神。那摩西呢，他惦记着我是以色列人啊。我是希伯来人。那有一天呢，他出去看那个以色列人工作的地方，他就看到这些埃及人都在虐待，都在苦待这些以色列人，他就很生气。那有一次，他又看到有一个埃及人在那边鞭打的那个他的同胞，他就很生气。然后呢，左看看右看看，旁边没有人，他就去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然后把它带到沙土里面藏起来。那这个他想说埋起来就好了。结果隔天他又去看的时候，又在那边看他的同胞，居然发现有2个希伯来人自己在那边打架。然后他就想要去劝架，就跟那个欺负人的那边说，跟他说，埃及人都欺负你们就算了，你们怎么可以欺负自己人呢？这个那个希伯来人就跟他说。你是谁呀？你凭什么当我们的你想要当我们的领袖，想要当我们的审判官吗？怎么样？还是你要打死我啊？像你打死那个埃及人这样子啊？哇，这个摩西一听，糟糕，原来我打死的事情被发现了。他就想说，不行，这消息一定是传出去了。虽然呢，他知道，他虽然是公主的养子，但是法老王一定不会放过他的。所以他只好逃往他们北方一个叫做米甸的地方去了。然后逃往去那边的时候，就遇到当地的一个祭司，认识了他那个当地的祭司。那个祭司刘尔呢，也把他的女儿嫁给他。那从此呢，他就帮他的岳父，也就是米甸的一个祭司刘尔，帮他牧羊，就变成一个牧羊人。他从王子变成了牧羊人，然后就在旷野开始过着牧羊人的生活每天可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呢，可能要忍受着这个旷野的那个气温变化很大，不是很热就是很冷不然还有野兽可能要来攻击要去想办法保护他的羊这样子就这样子过了40年呢，他就在旷野生活了40年。那有一天呢，他就带着继续牧羊，他赶到河烈山附近的时候，他突然看到怎么有一个火光出现他想说，是怎么回事？哪里着火了？他就去看看，就一看，居然有一棵荆棘树，被火这样烧着，而且怎么烧很久也不会坏他就觉得很神奇，想要再靠近一点看，结果上帝耶和华的声音居然从那个荆棘里面发出声音来跟他说：“摩西，摩西。”摩西听到就吓到了，因为他是认识神的，所以他知道神出现了所以他赶快遮住自己，因为人不能直接跟上帝见面。那上帝知道，也发现了，他对他是真的有认识的，所以就跟他说：“摩西呀，我是你祖先的神，我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的这些子民们，他们在埃及受苦，我都看到了，他们甚至向我呼求，我也都听到了，所以我要来派你去带领他们离开埃及，来敬拜我。”摩西一听可是我是谁呀？他们为什么要听我的呢？我如果去，他们问我说是谁派你来的？那我要怎么说呢？这个耶和华就回答他：“你就跟他们说，我是自有永有的，我就是你们祖先的那个神，曾经就应允要带你们去迦南地，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带你们
离开埃及，要进入我要给你们的那块流奶与蜜的迦南地。摩西这一听，想说，可是，我如果一紧张，我讲话就会结巴，还有这个法老王他怎么可能会接见我啊？哦，那我要怎么办呢？我要怎么去跟这些人民讲？耶和华就跟他说：“你不用害怕，我会跟你在一起的，啊，我会与你同在。你呢，只要去找你的子民，跟他们讲说，我是他们的神，他们就会相信你。如果他们不相信，你就给他们看2个神迹，好，可以让我会让你的木杖，你手上拿的杖呢，可以变成蛇，还有可以让你的手呢，一下子变成大麻风，一下子又恢复健康。他们看到这个神迹，就会相信你了。”摩西就回答说：“可是我是个口才不好啦，我拙口笨舌呢，你还是找别人好了。”上帝就跟他说：“是谁让人可以说话，或是让有的人是哑巴？是谁可以让有的人生来瞎眼，让有的人生来却可以看得到？还不就是我耶和华吗？所以你不用担心。”那摩西这样一听，他还是没有信心，他就觉得说：“买啦，你找别人啦。”那么上帝这时候一听就生气了。我给你这么多的证据，还给你神迹，你居然还不相信？好，这样子，我再给你一个帮手，就是你的哥哥亚伦啊，他呢是口才好的，而且在以色列人也都会听他的话，你去找他。哇，这下摩西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了，他只好答应上帝，要回去埃及去找他的哥哥、他的族人以及法老王，去跟法老王说：“我们的上帝要求你要放了我们的人民，让他们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去敬拜他的神耶和华。”好，今天我们摩西上集先讲到这里。好，下礼拜我们再来说说那摩西怎么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好，今天我们的故事到这边，那不知道你可以体会到说，是不是有一句话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人有很多邪恶的想法，或者受到撒旦的一个诱惑，我们做一些坏事。那这些坏事可能就会造成我们的生活上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可是呢，上帝会让爱他的人，他爱的人就把这些事情化咒诅为祝福，化哀伤为跳舞，这个本来不好的事都变成好的事。你看，像摩西，他本来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在他们的法老命令说要把所有的男婴都溺到河里淹死，应该是很悲惨的时间。他在那个时间点出生，本来差一点要被淹死，结果呢，上帝却让爱他的妈妈和爸爸的生命危险，把他藏了3个月，然后也许应该是有计谋的计划好，就把它放在芦苇，而且那芦苇可能就在王宫的附近，那所以也知道，甚至可能那个路线呢，就是公主固定会去那边洗澡，会在那边散步的地方。而且呢，还派着他的姐姐在旁边看着那个摩西，可能呢，上帝就给他们这个智慧，让他们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久了之后，不但他不用死，还变成是公主的这个养子，然后他妈妈呢，从生母变成保姆，变成奶妈，然后还有工资可以领。哇，这真的太神奇了哈！那另外呢，摩西也因为这样，本来在他们如果都在以色列人家的话，可能就是要长大之后了不起，就是要继续去做苦工啊，大概也没机会读书，没机会学什么各样天文地理。但是呢，却因为这一个很残忍的这个政令，他却反而能够进到皇宫里面去学很多的这个知识，让他有知识有能力，以后才能够带领他的人民出埃及。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他知道，他认识他的神，他也认识他的人民，他爱他的人民，不舍得他的人民受到埃及人的欺压。那个心就跟上帝一样，不舍得我们受到别人的欺压，受到这个世界坏的那个想法、坏的事物的追求的欺压，所以上帝要保守我们脱离那一些不好的环境，要我们多多去敬拜他，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更活泼、更美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这世上虽然有许多的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我们就有平安。我们知道生活也许有很多的困难，但只要我们跟随主、喜爱主，想要遵行主你的教导，你就会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走在一条平安的道路上，让我们像摩西一样，在各样困难当中，能够平平安安的来跟随主，继续与主一同生活。也愿主你保守我们在新的开学的时间，让我们都有这平安的心，在我们不论是在家学习或是在学校学习，不论这些病菌有多么猖狂，我们都有最好的方法去预防，能够平平安安的在学校跟在家里生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来奉献，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奉献部分给上帝，作为我们感谢他的一种表现。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变成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保护看顾台湾的疫情稳定下来，也谢谢你保护我们在学校上课都能够继续防疫，保护自己，保护别人。我喜欢线上一点点金钱，希望能够用来帮助你的事工，让更多人可以对自己的去祷告，是为了做好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为中秋节连假祷告，在连假中，让每个家庭出入都平安，遵守防疫措施。接下来，我们要为主日学的老师祷告，让他们的生活有圣灵扶持的帮助。最后，我们要为主日学的小朋友祷告，让他们在课业和交朋友上都能顺利，成为你最喜悦的小孩。这样是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大家要好，我是小孙子，还有你要做上主祷告，是我生的上帝这篇42章8节。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尊颂祷告，赐我生命的上帝。诗篇42章